客家义民庙前面的黑色旗帜代表什么意思？到目前，许多客家人还都不知道。是高雄市的义民庙，我手上呢拿了一个黑色的令旗，这一面旗子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继续里面看看。进入庙里，发现令旗就摆在神龛的旁边，在神桌的前面呢，一群小朋友也想解读黑色旗帜的秘密。民国83年岁次甲辰。原来50几年前，高雄市义民庙在火车站的站前附近，30几年前才搬到三民区，盖成一座大庙。这时候有人认为里头应该有一尊神像，才像一座庙。安太前个庙神用要无金神哦，你到太家人的中央太路啊吼，想办法我随着一天哦，我做金神落去，较庄严，这样好看那样。也就是说，义民庙原本只有祭祀的牌位和代表义民爷的令旗，后来才用神像取代了令旗，令旗呢也就被请到一边去了。尽管如此，令旗还是见证着每一年义民庙最盛大的诸公比赛，只不过呢，多数人已经忘记了它原本代表的意义了。医事新闻李惠美、李元显高雄报道。国立台湾戏曲专科学校在去年成立了第一届客家戏剧科，从国一学生开始培训。正式彩排前，先来个基本拳术，活动筋骨。客家山歌要唱得好，得先练练嗓子。正式彩排了，这些国中生聚精会神地准备上场。别看他们小小年纪，他们可是国立台湾戏曲专科学校第一届客家戏剧科的学生。客家戏曲啊，还有翻一些跟斗啊那些的。将来啊，想当演员呐。打从国一开始培养，为的是要传承客家戏剧。基础的比如講三角採茶戲韓國係咪韓國有泰戲的部分全部教俾嘅學生嚟。8年的专业训练，再加上校外实习演出，他们的未来客家戏剧的传承都将指日可待。民视新闻何乃强、陈小青台北报道。为了推广客家话，新竹市有一场客语演讲比赛，参赛者从国小到90几岁的老阿公都有。唱大家唐人讲卫生机啊，你要眼光。这是92岁的吕老先生自己编的3句诗，评论区选举头头是道。很难相信从小放牛没念过书的吕老先生，这么大的年纪了，记忆力和创造力仍然这么好。为了推广客家话，新竹市举办一场客语演讲比赛，从国小组到社会组都有。我今年5年生，年纪半还5岁。为了让孙女得冠军，吕老先生平时还定下了独特的家规。將來係冇講下嘅嗬，我快啲8個月賣湯唱大家。吕老先生說，這招很有效，他的孫子參加學校的客語演講就贏得了第1名。民視新聞葉新凱新竹報道。